大家好，我係海傑，今日嚟到呢個美麗嘅唐家紅樹東岸3期開工一套精裝房嘅牆面改造藝術室。咁我哋現在今日嘅工作咧，第一個就係做咗個地補啦。我哋嘅屋企嘅地補就防止我哋施工過程中咧，就呢啲漆跌到落地面，造成屋企嘅二次污染。咁第二個咧就一啲嘅牆面嘅找平同修復嘅工作，為更好展示出我哋藝術室嘅效果而做一個基底嘅處理。咁第三個咧就係我之前嘅視頻都有講到嘅。咁阿健咧佢做藝術室咧，即係我做藝術室咧，我一般會喜歡咧就做2層底漆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對於啲精裝房佢原有嘅牆面嚟睇下，佢第一個佢用嘅材料就唔會話特別好，所以我哋第一層嘅底漆咧，我叫做滲透底漆，佢有一個加固嘅作用即係呢個佢有一個滲透底漆，佢有加固嘅一個作用喺度。咁佢加固作用咧，佢就很好咁咧滲入到牆面，將佢硬度提升。咁第二個，我哋再會上一層叫做成膜嘅防潮底漆。咁呢個底漆咧，佢有效咁去防止我哋嘅牆面霉藍天潮濕發霉嘅。所以呢啲咧就係我哋嘅工作嘅細節同我哋嘅工藝啦。咁你屋企做藝術室又係咩工藝咧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大家討論一下。